FunSupermart.com。環球經濟逐步改善，踏入2014年，投資前景又會係點呢？今日我哋 FSM 舉辦咗投資良機何處尋2014研討會，一齊聽下各位專家點講啊！咁多位 FunSupermart 嘅客戶，大家好，我係嚟自係英資半景嘅安本基金公司嘅 Betty， 咁我負責基金分銷嘅。咁今日最主要同大家係分享翻我哋對日本市場嘅睇法嘅。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留意到日本市場喺舊年個表現係好出色嘅。咁當然啦，安倍嘅經濟學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功勞嘅。咁嚟緊你可能有一個疑問啦，因為今年4月日本係會加呢個即係消費稅嘅。咁回顧翻喺90年代日本政府都曾經係加過消費稅啦。咁當時對佢嘅經濟係影響比較大嘅。咁但係我哋相信今次安倍去加呢個消費稅佢已經係吸取咗係90年代嘅經驗啦。咁所以佢喺加消費稅嘅同時佢亦都係承諾係會繼續一個量寬嘅措施嘅。咁我哋相信係可以緩衝到佢加消費稅嘅影響嘅。咁至於投資嗰方面其實喺日本市場嗰方面我哋揀到好多好優質嘅小型公司啦。咁呢啲小型公司個市場佔有率都好高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留意到好多日本嘅公司已經係陸續將佢哋嘅業務係賺取嘅盈利係嚟自海外嘅。咁所以喺今年我哋對投資日本市場係仍然有信心嘅。咁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呢個市場啦。咁最後我祝大家今年嘅投資順順利利，賺多啲，同埋身體健康。大家好，我係漢亞投資黃家權。咁我今日就會同大家講下關於點解我哋覺得2014年大陸中國嘅市場係一定有一個比較驚喜嘅預測。咁我哋睇翻2013年嘅時間，大陸嘅股票市場其實就比較失去預算啦。我哋好多時見到就係話2013年頭嗰陣時，好多投資者會覺得大陸佢哋上升嘅機會係非常之高。不過我哋相反，其實點解覺得喺2013年大陸上升嘅空間係有限？就係睇翻我哋見到2012年第4季嗰陣時，大陸個市升得非常之多。咁睇翻就係去到2013年個期望就非常之高，而同埋睇翻佢個 valuation 喺個市大陸個市方面其實都係好高嘅。咁所以到最尾發生咩事呢？就喺頭嗰半年，大陸嘅市場就係失去預算，就跌咗1/5。不過下半年發生啲咩事呢？就係開始有翻呢個 QE 啦，QE tapering 啦。咁同埋第二就係開始見到好多投資者見到大陸個市已經跌到去8倍 PE， 所以覺得係一個好好吸納嘅時機。咁所以我哋見到喺第二 second half 嘅2013年嗰陣時間就見到大陸個市就有翻少少升幅啦。咁呢，我哋覺得2014年就有翻少少嘅機會係可以俾大家一個驚喜就係睇翻第一。expectation 已經個期望冇上年咁高，同埋第二睇翻個 valuation， 睇翻個市值睇翻個 PE 或者睇翻個 PB， 其實大陸個市都已經係低過比過往㗎啦。咁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呢一兩樣嘢，同埋就係見到今年大陸經濟係有可能係會放寬少少，不過大家唔好忘記，我哋投資落大陸股票嗰時唔係投資落佢個經濟增長，係投資落大家期望預測大陸將來個股票啊、市場啊、啲公司啊個盈利會點？咁暫時我哋覺得睇翻就係話，如果今年大陸個市場可以回升翻去10倍嘅 PE 咁今年2014年嘅上升空間大概有1成半至2成嘅空間嘅。咁唔好忘記，大家就係話過去呢10年大陸個 PE 嘅市場有幾多倍呢？係12倍，講緊係12倍 PE。而家現時嘅階段係只係得9倍 PE， 所以其實有一個比較幾大嘅空間。所以好多時就係話，咦？點解阿 Ken 依排嘅銀行股跌到咁多？咁點解仲我哋會吸納呢？咁其實有一個好緊要原因，就係因為好多嘅比較負面嘅因素其實都已經反映咗喺而家現時大陸嘅銀行嘅股價。咁所以我哋覺得有一個好大嘅空間，或者我哋叫做一個 margin of safety 喺度。所以好多時投資者話我而家現時買一般嘅大陸銀行，只係得6倍 PE 啊、5倍 PE。而睇翻佢個 price to book 都係得嗰1倍，而睇翻佢個 dividend yield 有講緊係7厘至7厘半，咁呢啲其實係一個比較吸引嘅投資，因為其實我見到好多世界銀行其實佢嘅 PE 都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其實睇翻就係話，如果大陸個市場係真係會有翻一個調高少少嘅 PE 好視乎翻就係一般嘅銀行股可唔可以見到佢嘅 PE 會有翻少少嘅增長啦。
咁同埋啱啱我哋見到就係啱啱喺個 third party plenary session 嗰陣時，見到咧係三中全會嗰陣時咧，都已經講咗好多嘢係會令到大陸嘅市場會有可能嘅改革，所以我哋相信喺2014年大陸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係俾投資者係帶佢一個非常之豐滿嘅總回報啦，同埋我哋相信咧今年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投資嘅機會俾大家。大家好，我係 Jessie， 嚟自南方東英嘅代表。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呢，就係我哋對於中國市場嚟緊嘅睇法，咁同埋係包括股票啦，同埋債券，我哋對於個市場嘅前景嘅。要講中國市場，我相信一定要提翻響舊年嘅11月裏面，中國嗰個嘅改革嘅路線呢，已經勾畫咗一個好清晰嘅藍圖，對於市場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指導性嘅方向。其中裏面呢，會惠及一啲唔同嘅板塊，咁亦都係我哋嚟緊對於個後市呢會比較睇好嘅。咁喺股票方面嘅板塊咧，我哋相信啦，喺互聯網啦、一啲基本消費品啦、乳業啦、嬰兒有關嘅用品啦，咁甚至乎咧係一啲金融啦、等等咧，都會係一個叫做嚟緊咧係得到一定嘅支持嘅。咁當然亦都包括係政策上亦都會支持嘅一啲嘅新能源啦、潔淨嘅能源呢一方面嘅板塊咧，亦都會有一定嘅支持同埋受惠㗎。咁至於債券市場方面呢，我哋相信咧嚟緊呢都會繼續咧因應嗰個嘅穩經濟呢個方向啦，長遠呢係會有一個唔錯嘅發展，而且呢國內嘅債券市場嗰個嘅規模呢將會陸續擴大。而當中呢，我哋會比較睇好嘅呢就會係企業債同埋信用債嘅。咁而當中企業債方面呢，當然就一定要揾一啲叫優質少少嘅企業啦。咁隨住市場改革開放嘅路線一路開展嘅話呢，咁我相信呢，響基金經理嘅眼光裏面呢，就更加會容易呢分得出一啲叫咩好嘅債券，冇咁好嘅一啲嘅企業債啦。咁如果詳細啲嘅興趣嘅話呢，咁亦都可以不妨咧去參考翻平台上面其他有關我哋公司對於個市場同埋產品嘅一啲嘅資訊嘅。大家好，我係嚟自首域投資嘅 Samantha。咁今日最主要咧會為大家介紹翻呢全球基建行業嘅一啲投資前景。咁眾所周知啦，大家都知道基建行業咧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其實咧有幾大嘅特質咧，令到佢本身係好具有呢個投資價值嘅。首先第一點就係話咧，基建嘅行業咧嘅入門門檻係非常之高嘅，因為咧好多都係政府立法保護嘅。咁而第二嚟講嘅話咧，基建亦都有抗通脹嘅一個能力，因為好多時佢嘅合約咧都係會受到一個政府嘅保護啦，同埋就係話咧有一個實質回報嘅。咁所以好多咧公路嘅收費咧，其實係會同咧係通脹掛鈎嘅。咁而第三樣咧就係話咧基建嘅現金流咧，其實都係個預測性係非常之好嘅，因為通常咧基建嘅項目咧個合約都係比較長期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受周期性嘅影響係非常之低嘅。咁而第四咧，基建嘅好處就係話咧佢好受呢一個全球嘅增長啦，同埋人口因素嘅推動。咁其實咧嗱，我哋睇翻基建咧，除咗有幾好嘅投資價值之外咧，我哋仲見到咧好多項結構性嘅因素咧，亦都會令到基建項目咧係有好多嘅投資價值嘅。例如就係話咧，而家全球嘅人口流量大增啦，咁亦都令到咧就係話無論係機場啦、港口啦同埋鐵路咧嗰個使用量咧，亦都係激增嘅。咁而第二嚟講咧，好多政府咧佢喺建設公路嘅速度咧，其實係遠遠咧跟唔上咧汽車使量增加嘅速度嘅。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咧，呢樣嘢都會創造咗好多投資機會咧，俾一啲例如係收費公路啦，或者係鐵路嘅公司咧，係有多投資嘅價值顯現咗出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啦，而家大家都傾緊就係話咧，全球能源嘅安全啦，咁亦都見到就係話咧，對一啲譬如話能源嘅管道啊，同埋儲存方面咧，亦都有唔少嘅potential 嘅。咁總括而言啦，其實全球基建呢，我哋相信呢會因為2014年全球經濟嘅改善呢，而為佢帶來投資嘅良機。咁其實投資者亦都預期到就係話咧，因為全球經濟嘅改善呢，都會令到基建呢一個行業咧，保持喺一個比較唔錯嘅增長啦，又或者增長會保持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咁另外啦，好多樣結構性嘅因素啦，亦都會令到基建嘅行業咧有唔錯嘅發展嘅。